我都要企高啲。係你好高喎，係唔夠高，要企高啲嚇。我要學工程師。咁首先好開心今日嚟到啦。其實咧，我老實講同大家講啦，我係一路都以為咧工程師咧係好悶嘅人嚟㗎，以為佢哋即係個個都係好慌啦，淨識計數啦、起橋啦、起樓啦咁。直至到我識得黎廣德，我先知道原來工程師咧係咁多元化嘅，係咁多飯都係真係咁精嘅。尤其是今日咧，如果大家有機會睇咗佢嗰個優質嘅工程嘅簡介之後咧，先知道其實工程師咧係有好多方方面面啊！無論你話係從好簡單嘅起樓、起橋、起路，去到普選嘅工程，去到管治嘅工程，去到我哋人生嘅工程，其實都係好重要嘅。咁我琴日睇咗佢介紹佢嘅優質工程咧，係好開心，因為我特別梗係最欣賞嘅就係，即係佢從佢咁多年，不但只係工程師嘅生涯啦，亦都加埋即係佢喺長春社啦，同埋其他好多綠色嘅團體嗰度，好多關於即係環保嘅議題，係環保嘅工程，無論係從優質嘅呢個空氣，去到優質嘅用水，去到呢個空氣或者氣候變化，都係有咁多係工程想推出嚟嘅。咁因為我喺立法會老實講啦，咁多年咧，好多時候見到工程界嘅代表咧，最常講嘅係乜嘢呢？最常講嘅呢就係人工，就係話初出嚟嘅人工係點樣？人工唔係唔重要，但我覺得當你選到去立法會嘅時候，你就唔係淨係一個界別嘅代表咁簡單，你係要做到整個香港。係你個界別嘅代表喺香港係點樣係去反映你嘅界別嘅專業、你嘅界別嘅專長、你嘅界別嘅獨立性、你嘅界別對於整體香港嘅貢獻。所以我覺得特別係同大家推薦一位有唔單止係專業，亦都係多方面係想幫香港服務嘅精神嘅黎廣德。多謝晒黎廣德，亦都喺呢度預祝你選舉工程成功。希望所有工程師同你一樣，係可以企高啲、睇遠啲，唔係淨係純粹睇一個飯碗嘅問題。多謝晒。